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括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栏位，互你做参考。好来，大家好，我是阿迪。今日无即个说红纸啊，因为咱顶一集有来预告过啊，先讲过讲，这一集是特辑，特辑就是有一寡专访啊。一般专访我拢是伫台北，因为即个我共同的主持人说红纸金鸡玉叶无适合刷动伊的金卡玉布啦。不过即个咱无妈祖婆嘛大道公啦，今日咱来宾嘛是金光闪闪水气千条，是孔金的。就是由咱即个今年嘛，2020年以善良的歹人，伫咧金曲奖吊顶的得到即个最佳台语男性歌手的即个奖项的即个律师歌手苏明恩过，我会使安尼甲你叫吧？会使啊，然后对你的即个经纪人叫的啦。对啊，因为我比你较大嘛，我比你较时大。我是一个尊重的称呼对你的即个经纪人叫啊。顺续甲咱听友来补充一下一般叫做经纪人或者经纪人拢会使经纪人有的人会念毋对，念成经纪人毋是即个念法都毋对啊。互大家了解一下。英国会使麻烦你先，因为你目前是职业律师。你同时嘛是歌手，嘛是作词作曲的人，甚至你嘛出版过写过册，甲即个法律有关系的册。你以目前你家己即个你认定的即个状态来讲，你要安怎做自我的介绍？我希望讲我是一个咱讲的斜杠啊，斜杠的对啊，斜杠的人啦。因为这个社会对真侪人要求讲，你一世人做一件代志就好啊啦。因为你要做出上大的贡献嘛。是是。但是我感觉有一个时阵，这个想法嘛无得较正确哦。因为若安尼坚持落去，有可能你无法度发觉讲你有其他的才华，你有会使摕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其他的能力嘛。所以我是算抛砖引玉啦，希望会使讲，咱社会顶遮尔济人，有嘛足侪高人啊，其实各方面拢会使来试看卖。因为我之前捌看过一出戏，伊伫内底有一个角色，伊就讲。伊捌讲一句话啦，其实就是李国修的爸爸捌讲过的话，伊就讲即个人一世人会使做好一件代志，就功德圆满啦。过去我想真侪人有即款的想法，一个物件甲做甲大底，做甲真棒，做甲大家拢认为讲确实算讲第一名的就对啊。但是确实即个时代慢慢咱发现讲，敢若毋若是安尼尔，你人有兴趣的代志真侪。即马即个社会，毋管是资源或者是咱的一寡会使使用的方式愈来愈多元啊。所以像我家己的工课其实嘛毋是伫录音的，但是都有即个机会会使来做 podcast 啦，或者甚至有即个机会，才有法度邀请到英国来甲我开讲一下。总是要有一个名义，总无可能无代无志讲，我讲你歌足好听，我要找你开讲，总是要有一个名义。所以这是真对我来讲是真趣味的代志啦。人讲行过界，跨界你定来遮行遐行，世界行过界安尼，我讲这是上好耍的代志。所以对你来讲，其实嘛是想要做的代志，听起来是真侪。所以
或者是有兴趣啦。我毋知讲你做即个代志，主要是比如讲兴趣吼，还是讲你认为讲你就是有即个使命爱做即件代志，还是讲你有一寡话想要甲大家讲，所以才会来。我是无遐尼目的性啦吼，嗯因为我就是大学的时候我是读法律系嘛，尾仔因为参加歌唱比赛去互制作人发现吼，怎甲我签约出，迄阵是出华语的唱片。尾仔我因为毋是讲行啊足顺遂，我怎回过头来考律师。考掉了，我就去做律师啊。做律师了，佮做差不多要到20档。哦，你已经做我要20档我做20几年啊。但是做到要20档的时阵呢，就是伫咧2年前啊，我才因为一场车祸啦吼，我的即个手受伤。我迄阵才想着讲，伊在受伤迄个当下吼，有一个真无好的想法，就是讲我即个手以后要安怎弹吉他吼。所以因为即个事件，互我一个提醒啦吼，就是讲其实我上爱的嘛是个音乐，所以我毋则伫咧2年前啊，才搁转来咱即个音乐界吼来做一张善良的歹人的专辑啦吼。所以袂当讲我2项拢足熬啦，应该是讲其实人的一生遮尔长吼，就像咧即个阿弟讲的吼。即你无可能讲打兴趣一件代志啦，吼虽然讲做一件代志做较好嘛足够啦，但是咱对，咱嘛是讲会使有能力去做另外一件代志，咱当然爱去尝试看觅嘛。嘿。我就是讲，因为对咱听起来是，其实一部分嘛是你一直拢无放弃弹吉他即件代志，所以毋才会讲手受伤随想着讲我的吉他有法度弹无，代表音乐其实你一直无放弃嘛。无放弃。那事实上，我知影讲你其实一直到前4年2019年年底你出善良的歹人，就是着奖的迄个对无？是啊。迄张专辑，进前其实是前一张专辑是隔4年。对，所以你其实你做律师的期间，音乐遮长的时间，虽然迄个时阵是出华语的专辑为主，但是敢若嘛一直拢无停落来，包括你嘛有作词作曲。对。是安那会隔了4年了，2015年吧，应该是2015年是4年前的专辑，过来到2019年的年底，会出善良的歹人，会变成你原本用的即个名是苏日珍，我若无记唔对，应该是安尼吼，苏儿珍苏日珍。但是后来你发行即个台语的专辑时，变成你出善良的歹人时，就改回你的本名。对。本名是即个苏明恩，苏明渊，当然一直无用华语，我念一解互大家听即个。其实我家己捌听过，你进前的歌。后来的歌我拢有听，听过了后，我是认为讲，毋管你出唱片的即个中的时间差，或者是即个风格，甚至你用语言，你创作的主题，我感觉拢有真大的变化。尤其我伫听2015年的时阵，迄个怀疑的反面，怀疑的反面，我家己毋知啥，我一直有一种敢若告别的感觉，就是讲，即个代志敢若你暂时要互停落来啊。我有感觉就是讲，就是你毋管是毋是你愿意，就是你认为讲可能要停落来迄个感觉，后来佫出即个唱片，即个变化，我相信应该毋是我听毋着啦，所以我嘛真你真敏感嘛，所以我真好奇讲是安怎出现你真敏的。感嘛，真正确，就是迄个时阵吼，迄个怀疑的反面迄张是因为我出一本册嘛，谈法律有关系的册，叫做《法律的背后是爱》啦。因为出即本册的时阵呢，出版社怎啊讲你较早做音乐的无你著甲即个册内底你写的故事吼，你著甲伊写做歌。我迄阵是一个想法，就是讲好无著来做看觅。但是我迄阵咧做的时阵，我袂想讲以后佫有要做的意思，因为这是一个算讲半买半相送的呢。因为一本册有一张或者咱讲的是 EP 嘛，因为内底它6条歌嘛，所以迄个时阵。确实就是讲，毋知影讲后一张佫有要继续做的意思啦。但是迄怀疑的反面有一条歌叫做《还民》，内底有一句歌词，或者讲留在原地就是冒险。其实我也是透露了一些想法，就是讲你袂使一直伫咧原地伫遐踏步安尼，我感觉那是一个足危险的代志，因为我们一旦去接受咱的现主时的即个安逸的环境啦，就那有一句
迄个流行话讲诶，就是讲即个舒适圈啊，是舒适圈。所以你投入遐伤久，我感觉这对你的人生来讲，你就无迄个冲劲，会使去执行你后一个梦想啦。所以2015年你出即个专辑的时阵，迄个告别我听起来，听你讲起来，我感觉讲敢若较像是讲，虽然有一款告别的感觉，但虽然迄个时阵可能也无按算着讲后壁你会搁做啥物代志去应用即部分，是，但是听你当讲法，我认为讲心内敢若嘛是有一个物件要转变的开始，迄个感觉，伊是结束，敢若嘛是一个开始的一个起因，可能还未真正还未够熟，但是你已经有即款的感觉伫内底啊。比如讲，人请你讲，你过去拄着这个故事，其实会使写成歌等等。后来开始你的两张专辑，不管善良歹人还是当即个感觉，拢有真侪即款的故事伫内底。所以即个起因会使讲为4年2019年底前4年，就是2015年就开始有即款的物件出现了。对，我想这可能。因为讲实在，这无透过访问，咱袂知影这件代志。但是听专辑听会出来。我毋才会讲着讲尾啊，迄个上大的提醒，就是我受伤迄边。迄阵才知影讲。就是基研究啊。对，因为你要杀入去这个手术房要来手术的时阵，其实迄阵有足侪走袂定了，足侪想法。因为讲啊，真侪人安尼杀入去就无倒个出来啊。所以迄个时我入去进前，我毋知就随敲电话录音室讲，我要录音，叫因甲我敲时间安尼咯。所以你迄个时阵，出版社甲你讲，凡是这个故事会使写成歌的时阵，你就开始有伫准备，开始伫写。进前就有啊，但是无遐尼量，无遐尼多，因为创作吼，创作无可能讲对无甲有吼，你袂使用想的，用你无经历过的代志。我感觉安尼无法度感动人啦。做律师其实你有足侪素材嘛，你就是对你的当事者的这个案件甲故事。其实你看真侪，听真侪，这就是你真正经历过的代志。虽然你毋是当事者，但是你是陪伴的角色，因为咱做律师要甲伊辩护，要甲伊主张嘛。所以这个真讲行就是讲，虽然咱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咱知影伊的故事，这会比做咱创作的这个题材安尼啦。迄个时阵，2019年时候，你有得到这个文化部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吼。依然人讲奖啦，我毋知你听关系。奖 OK 啊。依然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你迄选写的是无紧的日头花。对无？这条歌是。你原本就已经事先写好的，还是讲你知影有这个比赛的时阵，拄好想讲，我想要找一个题材来一个主题来写，去想起一个故事。其实是迄阵善良的歹人已经做到一半。做到一半内底拄有一条无紧的日头花嘛。我毋才想讲，伫个电视内底看到迄个原创的比赛的广告。我毋才想讲。我较早少年的时阵，就是因为比赛吼，去得到即个唱片的合约嘛。所以我要重新出发，我希望嘛是会使个等于到即个比赛的即个舞台。所以我迄阵我就无想遐尼多，我就报名。内底呢，我就拣一条歌，就是拣即条，因为我感觉讲原创的一个支持吼。其实讲的是一个咱本土。文化的这个特色爱甲伊发挥出来嘛。所以第一就是讲，伊一定爱是咱的母语，咱的母语。第二就是讲，希望咱写的歌是含这个在地的这个情感啦，吼，还是含土地有关系嘛。我写无紧的条花，其实是一个对家乡的思念啦。因为我是高雄人嘛，我知，足远的嘛，其他人讲足远的哦，伫咧遐尼远的所在哦，30年前来遮读大学就无搁转去啊。所以你离开高雄其实足久啊？足久啊！阮爸爸妈妈已经等我30年啊，吼，等甲已经毋知影要安怎去想讲，即个囡仔到底会转来袂啦。其实咱就是安尼伫遮读册完，咱就。伫遮娶某生囝嘛，事业拢伫遮，所以毋是讲看转去就使转去嘛。伫遮生囝啦。对，伫遮落地生囝，所以我毋晓讲，其实我一开始我就破题啊，我讲去南方的时，那闻着故乡的味嘛，读册啊，读英语吼，
这就是故乡的味嘛吼。啊，南风吹来，咱就想着故乡，就像迄日头花，日头花咱甲伊个紧加灯，放伫客厅，其实伊个面嘛是会向即个太阳的方向哦。所以这是来比喻讲，咱虽然人伫北部，咱嘛是咧向咱的家乡啦。我进前我毋知有，我写互你的批内底，我毋知有。记咱若讲批啦，吼，当一般人讲批啊。即个我写互你的批内底，其实我袂记得我有写着无讲。其实我一直感觉，也是我写伫 Facebook，我袂记得。我一直感觉讲，即你的歌词内底，甚至歌名内底，有一种足特别的感觉，就是敢若写诗。有一款真特别的诗意，吼。这是我感觉，我时阵我拄进前我嘛有讲，就是。因为听到迄个贾文清无聊安尼说，我即摆无讲毋对，我即摆敢名写毋对。伊嘛是阿德啊。嘿对，所以迄时阵听伊的节目伫访谈的内容时阵，有一款就是即个人的歌，即个人的毋管伊写的主题歌名，或者是伊的歌词，拢有一款敢若写诗的感觉。有一款真特别的即个感觉，所以我就特别去看一下，去查一下安尼，才会想讲，即个人真足趣味的，我想要甲伊来开讲。所以我会问你讲，无见日头花即条歌，其实嘛是因为我听起来确实伊甲善良的歹人之间，敢若有一寡连接，就是我也确实认为讲，伊就是应该放伫内底的物件。只是我嘛真好奇讲，到底伊是当初是为着即个比赛创作出来，还是讲原本就有即个物件？那看来当时有嘛无毋对，伊确实是即个专辑内底本来就有的，就是伊的主题性是做伙的，确实是共一个主题。安尼，你今日佫专攻找迄个吉他来吼，因为足大心的，因为我其实想讲，一般歌手可能无一定。原因录音空间录音空间，无一定讲适合来弹吉他啦、唱歌，这看在人每一个歌手的想法。那你既然今日遮大心揸这个吉他啦，你会使帮阮听友唱一段无一首安尼？好啊，无问题啊。无见日头花吼，对我特别首奖的歌啦吼。去南方的时，若闻着故乡的味啊，拍车甲巷冷冷，怀念的气味。半山过岭，风微微，心内有酸甘甜。下港来的我。想厝的心稀微，亲像无尽的日头花，对天光长西，日头落山以后，伊的头咧咧，我是无尽的日头花。透风落雨的暗暝，拍落的花瓣随风去，要飞去地。就是安尼咯。歌手伫你面前专门为你唱歌足爽的，或者是现场唱的吼，毋是后壁佫后座入面的，即互咱所有听友知影即个。所以共款继续我有一寡问题想要问吼，就是咱当然一直伫讲你2019年出的即个善良的歹人，那后来其实你旧年年底2021年吼，旧年年底又佫时隔2年啊啦吼，出新的即个专辑《感觉》。我拄开始看到名的时阵，2个字共款，你知影？因为你台语内底有即个问题。你应该无问题啦。但是真侪人念会出来。我拄开始看到时，我无反应过来讲这是台语的名，我想说，这感感的呢吼。我当然随就会去想着即件代志啦，吼，我知影讲这应该是感觉的意思。其实这研究过哦，这咱的用字是正确的哦。对。第一个
干是迄个安尼刚好，我知影第二个是干嘛？我看你的歌词就知影，对啊你用的是一般人伫讲所谓的正字，毋是单纯用即个上近的音去发的，这看会出来。吼，那当然你即个专辑内底共款创作当中有真侪是来自你接手的案件，或者是一寡生活的观察，我家己看是安尼。毋过我感觉，即个感觉即张专辑。甲你前一张善良的歹人，虽然内底拢有真侪案件，但是我一直感觉讲伊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我毋知这2年中间是毋是啥物款的变化。伫咧善良的歹人内底，我感觉较听起来感觉较像是讲，我要替遮个人，因为伊遮个人可能伊有一寡弱势，或者是伊无一定伊讲的话人听会着，所以有一寡我要为遮个人讲出伊无互听着的声。伊的想法的即款感觉，但是伫咧感觉即张专辑内底，虽然即个名敢若听起来是真勇敢的，或者是大步向前行迄个感觉，但是我伫听这个歌，我顶多有一款是，敢若有一个人陪你行过一段路，比如讲，因为你是律师，因为案件的关系，你必须甲你遮个案主有真侪计较。但是你无可能一世人陪伴伊，甚至大家嘛无一定永远拢是朋友啦。讲实在，所以我顶多毋知啥啦，我感觉种一款是一款温柔的陪伴。甲原本讲我要替恁出声，我看是无啥共款的感觉。那还佫包括着你家己对家己的管教，甲对社会的管教，我讲这拢是甲你前一张专辑又佫无共款的所在。虽然同样是台语。同样是真侪即个案件的故事，但是我的感受其实是无共款的。我感觉你真的有做功课，而且你的观察嘛是真的正确哦。第一张是像你讲的，就是咱要强调的，就是讲你有一个替人出声的这款勇气啦，吼。过来就是讲要强调咱的个人的特色。咱就是做律师来唱歌嘛。讲实在的就是安尼嘛，做律师唱歌，啥物人要听你唱律师的歌？所以你的角色是啥物？你角色就是含你的工课共款啊，你只是你伫咧法庭上辩护，你是用讲的嘛。但是你该做音乐是用唱的嘛。所以虽然方式无共吼，但是伊的同质性较悬，就是讲互人来熟悉你，你是一个做律师的人，唱你的律师歌。所以这个角色听起来敢若真成功，所有听歌的人敢若变成伫咧法庭上才法官，你替因讲话。嘛会使安尼讲，所以第一张是要强调的是我个人的特色啦。第二张我感觉袂使遐尼定啊。因为我感觉安尼伤过定，毕竟这是流行歌嘛。所以第二张我做一寡修改，虽然所在共款，但是呢，伊有当时啊包装起来听起来哦，有小可像情歌。比如讲爱情照顾袂到的所在，其实写的是一个，我非常介意这条歌。死亡宣告，因翁已经失踪啊，伊要来办死亡宣告。但是若是一个失恋的人，伊听到这个爱情照顾袂到的所在，伊嘛会使行入去迄个歌的这个伊的位哦。譬如讲，伊爱情有足侪面向嘛。一种就是相知相守，另外一种就是等待啊。我足爱你，但是我爱你袂到，我一直在等，我无放弃。其实然后这个路，这个过程有经过这个经历的人，其实伊来听这条歌，伊嘛会使讲啊，对，这嘛是我的歌，所以我有做一寡修改的咧。这其实就像我毋知律师的工课实际上是啥物款，但是我感觉这个情形就像心理师。咱因为其实无心理医生这个物件，台湾的法律内底无这个物件。心理师还心理师，医生是医生。心理师其实真侪时阵嘛是安尼讲，我无可能一世人伫做你的心理师啦。所以真侪人是，比如讲这段时间以来，那心理师到底是做啥物代志？我感觉就是同款的感觉，就是陪伴你行过一段路。伊毋是互你真侪建议，讲你一定爱安怎做安怎做。但是迄个。有人陪你行一段路，这件代志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功能就是像你讲，心理师、含律师同款，拢是咧啥物？拢是咧解决问题嘛。所以讲希望讲，互你的陪伴，还是讲互你的建议，甚至替你主张，要解决你的问题嘛。所以确实有伊的同质性在咧啦。所以你才会互我讲，这张专辑内底加一款无共款的温柔的感觉在内底，确实有这个感觉。
但是恁怎已經講到即個愛情照顧袂着的所在吼，咱難免嘛會講到別人的故事，但是我想要先轉來講你家己的本身，因為你內底其實進前有一首歌叫做《伴奏》，是甲爸爸有關係。後來即張專輯新的專輯是有好人歹吹，是變成你是爸爸甲查某囝的關係。即兩條我共一張哦。共一張，歹勢，攏佇感覺內底。對，伴奏嘛是你感覺內底。對。這兩條歌我感覺真趣味，是一個是你作為一個囝去面對老爸，一個是你作為老爸去面對查某囝。其實這個心境變化是非常無共款。一個是老爸可能因為當年歲有啊，可能有當時較記憶無好，較無一定會記你家己。已經失智了啦，已經確診了。較婉轉的講法。另外一個是愛面對講查某囝伊要等息高飛啊，要慢慢嘛必須愛放手，愛接受。所以兩個其實攏是一款愛面對，這是一款咱講分離，分離毋是講一定人無佇你，只是講凡說你會看到，比如講就像查某囝愛家己喺世界拍照，愛家己去無用伊家己的事業，家己的工課。那爸爸凡說無一定隨時攏會記得你啊，所以這種是一款的分離，一款的分開，咱攏必須要去接受這件代誌。你甲這個親情的關係，毋管是你對老爸，或者是你作為一個老爸，攏甲寫成歌。這款的親情毋甲寫成歌，對你來講有啥物款的特別的意義無？寫成歌這件代誌，我感覺人佇一生內底有真儕角色嘛，所以就像你講的，就是你是囝，你嘛是爸，所以這是你的人生嘛。你甲你的人生寫做歌，囥佇專輯內底，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代誌嘛。但是我有啥物壓力無？我的壓力是啥物？我的壓力是，我希望逐個人聽會使對這歌詞內底，擱這個 melody 內底去感受到我的情感。假使若做袂到，我感覺這是一個失敗的作品。所以寫這個親情其實上危險的就是講，聽起來傷過做作啦。聽起來就挑故意的，就免怎講，聽起來就是敢若在寫一條歌，但是你無法度片到這歌內底的情感，這是我上煩惱的。所以這寫的時候，我其實壓力足大的。所以有一個重點就是講，你一定要誠懇面對家己。所以我迄陣咧寫伴奏的時陣，這就是我家己的代誌嘛。因為阮爸爸失智已經5年啊。我佇咧網絡內底看到一個文章，講會使用音樂去甲伊做一寡，咱講復健也好啦，講喚起他以前的這個記憶嘛好。所以我會彈吉他佇邊仔甲伊伴奏。我彈啥物歌？彈伊較早熟悉的歌，望春風、望你早歸啊。但是我每一遍彈，我感覺講，伊連恁囝的名攏記袂起啊。但是伊會使想起迄個 melody 甲迄部分的歌詞啊。所以這是一個佇咧我的身軀頂發生的代誌。我要甲伊寫做歌，我着對現主時發生的代誌甲寫落來。所以我有寫講青春懵懂來走縱，未來要用勇敢來帶路，快樂用心跳，悲傷用目屎，成長用雙魂伴奏。這是啥物下啥物伴奏？但是尾仔我着破題啊！我講歌聲用啥來伴奏？人生豐富滋養，幸福付出保護，成功用火幹，失敗用堅強，歌聲啥來伴奏？這講的就是當然是我來甲你伴奏嘛，我是恁囝啊！所以毋管生年你叫袂出我的名，唱袂出上愛的歌，我歡喜做甘願受，啥物苦攏吞落肚。感謝天，感謝你，帶我行過天地有情，花開花謝，春去秋來，有我為你伴奏。所以這就是我家己做伙做的代誌啊！只要我甲伊原始記錄落來，我感覺就無我的擔憂嘛。伊是一個足自然的，你感覺這條歌聽佇咧有同我共款經歷的人，我感覺伊會感動啊。因爸爸無一定愛失智啦，因爸爸有可能無佇咧啊，因爸爸嘛有可能啥物，嘛有可能是別項的病痛。是，所以伊在聽這個歌的時陣，伊會感動。
人要写别人的故事，甲写家己的故事，我认为是真无共款的代志。因为别人的故事，咱是一个旁观者，咱边仔家己的故事写落来，凡说参照咱的感想、咱的想法。但是写家己的故事，其实是破心肝，互人看。就是要辛苦。所以咱有当时确实嘛会惊讲，我破心肝，互你看，你佫嫌臭臭。所以我就像你拄仔讲的，颠倒是写家己的故事，我认为迄个压力应该是佫较大的。对我来讲，到底是要安怎，互人知影你到底你的想法，你的心情是啥物？就像你讲，莫互感觉讲真。超故意、超工吼，讲这就是硬写吼，总是莫互有迄落感觉。那变成讲，像你讲的，必须爱去向你家己内底去找。那即个物件其实是真，对我来讲，我认为是无简单的代志。我相信大部分人拢无遐简单的想要讲家己心肝摕出来互人看。我讲这是要写即个物件，其实我认为无简单。嘛是安怎我会特别想要问即个问题，尤其甲爸爸的关系，我知影讲真侪人，伫讲亲情的时阵是定定拢是因的，你讲弱点，或者是讲较袂着讲就要哭，真侪人拢是安尼的，定定拢讲什么我的弱点就是什么，比如爸爸妈妈或是什么爷爷奶奶，像安尼即款的讲法其实真侪，所以你会愿意去写即个歌，讲实在，我颠倒会特别去注意着即件代志是安尼。对，其实就像我讲的，写爸爸的题材太侪嘛。有好有歹啦，咱讲教室的，你讲有真好诶，伫咱诶头前啊，比如讲迄个吴念真导演写诶《爸爸亲像山》嘛，感觉伊诶歌词是足水诶，足好听诶，所以有一个遮好诶范例伫咧，咱爱家己学习嘛，爱用伊诶角度，用伊即个落笔诶方式，其实有遮尔济诶范例伫互咱看，咱是真幸福诶，因为头前诶人行过啊，咱会使用伊诶笔触。去甲伊学习，去甲伊，当然毋是甲抄袭啦，毋是啦，咱就是学习伊诶精神啦，就是安尼来啦。确实，吴念真导演伊诶即个作品吼，包括伊诶即戏剧作品、剧场诶作品，嘛定定互人一款感觉，就是诚恳。伊咧讲一件代志，定定甲伊自身是有关系。伊用毋管是戏剧诶方式，或者是歌曲诶方式，去甲伊心内物件转化出来。我想大概嘛是即款诶感觉啦，我咧想。咱讲倒来拄则讲迄个别人诶故事吼，倒来伫讲你诶故事嘛。那像你拄有讲到即个爱情照顾袂着诶所在，其实内底包括即个像你应该互人听、互人爱，目睭来上酷强诶刷，这歌其实拢是你诶案件诶故事。对。这三个故事内底，我感觉上特别。我拄仔讲，你会敢若标题来看，到已经充满即款诗意。尤其是你写故事、个案的故事的时阵，特别有即个情形。比如讲你写家己故事的时阵，你讲写伴奏、写好人歹找，就是相对真简单的名。但是你伫写这个人的故事的时阵，迄个标题拢特别奇怪，特别诗意。这是有啥物原因？嘛无特别去设想咧，只是讲，就像你讲的，就是歌含诗吼，伊的共接性其实真悬啦。毋则讲较早讲或者诗歌嘛，吼。其实诗的意思无遐尼特别。比如讲，咱就想着垃圾，咧烧，你会想着啥物？有诗意的人会想着垃圾咧烧，会想着目屎嘛。因为迄垃圾滴落来。感觉敢若咧流目屎，但是无诗意的人看到就是一拍火，对吧？要烧了，要火化。是啊，所以毋则讲，其实有诗意的人，就是看到一个景象，伊会去联想，联想出伊的文字嘛。咱是读过册的人，咱无可能讲这文字遐尼啊特别啊。那么直白，不可能，就是讲，所以，譬如讲，目睭来上酷强的山，其实我咧形容，这条山是老爸啦。这条山怎样？因为风一阵吹去即个囡仔的目睭内底，伊想要踮伫遐。囡仔嘛要互伊留伫遐，但是因就是有真侪困难，有真侪人要强迫甲因疼分开。是。免啊分开，山要对目睭流落来，就一定爱经过。爱流目屎，爱哭嘛，爱大声吼嘛，所以我感觉，我会甲即个
分离的痛苦，用即款方式来讲互大家听。这是我一个文字者，也是一个创作者的责任啦。袂使讲一个真平常的话，比如讲你要甲我，你要离开我足痛苦，我无可能安尼来学即个标题嘛。是安尼啦。这3个故事内底，你有比如讲，咱当敢若时间总是有限，我无法度甲你留6点钟伫遮讲话。那以时间有限来讲，这3个故事，有倒一个故事会互你想要来甲大家介绍，讲当初是谁来写即条歌，即个故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无我就选目睭内上倔强的耍好啊啦。当初时来找我是一个40几岁的老爸啦伊来先摕一个伊的前妻，甲伊起诉的一个诉状啦咱看完就知影讲，原来伊的前妻呢，伫咧12年前，因2个离婚，就甲即个当初时几个月仔的囡仔交互伊来带啦无想到12年后，因这妻来甲告啥？佮讲即个囡仔毋是你的骨肉。其实是我当初时共我看为小王生的。这是晴天霹雳啊！咱做律师拢感觉家己足敖啊。咱迄阵想法就是讲，你足生气的嘛。你互骗12年啊！你带一个毋是你家己的囡仔，甲伊安尼，这请用甲遮尔大，你用欺骗嘛？所以咱就想法讲，无你着害人害伊，你甲伊讨啥物？讨即12年的抚养费嘛。但是伊甲律师讲，律师我要爱这个囡仔。所以我迄阵我是感觉讲，咱家己实在是袂使用家己的想法去放伫别个人的身躯顶啦。即个案件就爱拍官司，因为对方先爱否认甲咱之间的即个黑缘嘛。黑缘的关系。对，爱否认了后，才会使甲囡仔认定带转。即个官司一开始本来是顺利的，但是尾仔因为法律的修改，一个大法官会议或者587号解释，就是针对即个否认子女之诉来。所以这我莫讲伤济，就是到尾仔就是因为有变化。你才拄好拄着涉嫌的关系。对，涉嫌。尾仔这案件要诉啊嘛。要诉我，这老爸有一天敲电话我讲，律师我止赚袂牢。伊讲我开过几遍庭了，我已经折磨到困袂去。好不容易目睭客去了，拢梦着讲，反而要派人甲伊的囡仔掠走。伊感觉伊止赚袂牢。咱律师啥物想法？咱律师袂使为着收伊的律师费，一直建议讲，你着拍到三审案件确定。迄阵会变啥物样？咱毋知影。所以咱毋知影讲，若有一个方式会使讲对爸爸、对妈妈、对即个囡仔拢好的方式，咱来爱去思考看觅嘛。尾仔怎啊？含伊怎啊敲切出来讲，无来含即个妈妈参详啦，囡仔互伊带转去啦。因为案件输，咱无血缘关系，咱连看拢袂使看。啥物拢无啊？啥物拢无啊。所以，但是咱去瞧，即个妈妈嘛做阿萨利的，就是答应讲好啊，无两礼拜互你带转来过暝一日，暑假互你带转来1个月。爸爸生日嘛，你嘛会使转来。过年会使转来3日。瞧好了，要教即个囡仔的时阵，就是我写即条歌的上大的原因就是安尼。起心动念的所在。教即个囡仔的时候，我看迄爸爸含迄囡仔手牵手行过来，拖一个真大的行李我怎甲问讲，你是要离家出走？哪会摕遮侪物件？伊讲就是囡仔册甲伊的衫啦。尾来拍开其中一个箱摕出2本相簿，是即个囡仔1岁到12岁。1岁到12岁生日的时阵翕的相片。我迄阵看到这，我毋知讲这世间实在是足痛苦的，因为这世间就是有一款爱，其实是超过这个血缘关系的爱，伊是一种付出的爱，是一种啥物斗阵的爱。所以我看到这，我毋知想讲其实有真侪社会人看到一个面相，伊毋知影内底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伊拢毋知影。伊是安那要坚持爱即个囡仔，伊是安那尾仔去选择来即个放弃，来妥协，来甲伊协调。对，所以即个经历咱拢看伫个眼内嘛，所以变做咱写歌的题材啦。
啊，囡仔要互妈妈带走的时阵，囡仔一直哭，吼啊，律师毋知甲讲好啦，你缀妈妈转去，爸爸真紧的去甲你看。你带走的时阵，一直甲爸爸讲爸爸再见，爸爸再见，啊，拢知迄毋是因爸爸嘛。伊家己嘛知影，囡仔嘛知影。伊阵一定知影嘛，因为伊等于就是要互迄个生父甲认领嘛。所以这就是人生的痛苦嘛。这囡仔足无辜的嘛。所以毋则讲，我甲即个刷形容是爸爸。伊就是袂记这囡仔目睭来安尼，就是伊足倔强的啊，伊无要走啊。恁像你想，你要写即款的歌，起心动念的时阵，其实一般嘛是可能迄当场的情形是上情绪上强的时阵，是啊，上使人毋知要安怎去处理即个家己心内情绪的问题的时阵，恁作为律师是要安怎去面对即款情形？你会伫现场无小心哭出来？这实在足，我是无啦，但是我感觉足痛苦的，就是。我听你讲，我就家己，我就已经替你真感动。对啊，就是每一个人听这个故事拢会感动，无人讲无感动。昨昏我伫这成品咧发表音乐会的时阵，嘛下骹真侪查某听这故事嘛，我看因咧哭，咧七八岁啊。会使理解。对，所以你一条成功的歌，就是要安尼，毋才会使感动人嘛。咱出去咱就知影嘛。所以对我来讲，上痛苦的是啥物？上痛苦的是，这个行业有足侪压力。但是写歌变做是一个出口。这是一个出口。毋则讲，我内底感觉有一条歌或者入去伤深啦。讲话就是律师的角色嘛。你是一个陪伴者，但是有当时你去互伊拖落去的时阵，干那你的代志。你若入去伤深，你足痛苦的啊。是。但是我有改进会有改变无？我感觉我慢慢在改变啦。因为若安尼落去，我感觉安尼对我来讲，我的人生会变得足灰暗的啦。反正写歌是一个排解的方式。是的出口，是一个排解的方式。好，咱先休困一下，吼，因为咱头前嘛讲真过，先休困一下，啊，那咪个转来讨论后壁的代志。看你老后已经甜啊，目屎甘伫目边困觉。我是你的目睭内上倔强的山，要赶我走，你就大声喊。我是你的目睭内上倔强的山，爬袂开啊，未来的运命。一粒沙，伫你的世界有偌大，流这多目屎，也忍袂落来。好嘞，咱赶快转来。其实我当录音拢无够照录，但是迄我袂囥一边，拄讲遐伤复杂的故事，我无囥一边吼。来，赶快咱回来转来甲咱家己的即个专辑本身，还有演过你家己本身吼。你的专辑内底使用的即个歌词，我捌看过吼，其实拢是用咱所有台语文的，咱伫讲的即个正字做标准。你做即个台语歌的创作，对你来讲，甲你过去你做华语歌创作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无？包括你写歌词的方式啦，思考的方式有无共款无？我感觉第一个困难是调。咱台语，譬如讲，咱的音调可能比华语较侪。你讲七声八调的问题。对，七声八调。所以第一个调的问题，你要避免颠倒音。这真困难。我了解。我感觉我毋是，我应该是拢有检查啦，但是有完全100%无避免着无，我毋敢保证啦。你会使替咱听友小介绍一下，因为我之前伫甲我共同主持人苏宏志，我嘛讨论过倒音即个问题。有的台语歌虽然看起来是台语歌，但是你真正伫听的时阵，有一寡词你倒位爱叫，对无？就是因为这甲咱的声调，甲你的曲的即个旋律有关系。单来讲，就是讲你的 melody 咧使用的时阵，爱含你的
讲的即个调甲腔是符合的，安尼就无颠倒。比如讲最有名迄条歌合作家后嘛，毋甘为你目屎流，这就无颠倒，因为咱唱目屎，咱讲话嘛讲目屎嘛，对嘛？是。但是你若唱目屎流，安尼就小可敢若狮头的狮迄落感觉去啊吼。所以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我的片面的。但是呢，这嘛是少年囡仔上做台语歌上做袂到的代志，因为因念都已经念无正确啊。要写这歌，那有可能会使正确。但是我感觉伊嘛无毋对。推广台语歌、台语文化这个代志，有人来做，咱就已经真欢喜啊。所以袂使对因遐尼济要求，甚至我嘛会使甲因共款。只是讲因为我的年纪也好，还是我讲台语的这个资历啦嘛好，我是较无法度稳准家己讲。有太济迄款颠倒音发生啦，嘿是安尼。所以伫创作的时阵，即部分变成你爱特别注意。对，确实因为打真济，我认为台语打真济无共款的歌曲出来吼，即个风格啦吼，伊其实已经变甲真多元啊。咱嘛使看着像庄雅文吼，伊做真正的即个专辑，着种专辑其实风格真特别吼，可能真电子的嘛有，咱嘛有甲即个北管戏曲的，像一寡乐团吼，北管啦。念歌的方式嘛，拢夹伫内底。但是共款的问题就是，你若真正去听因讲话，你会发现讲，安尼敢若倒遐怪，小可爱叫，你就知讲，佮去看伊的创作，共款的拄着即款的问题，就是像你怎讲抖音的问题，所以伊即个部分是真正熟悉台语的人伫听，会知影小可无共款。真济啊，哎呀，像最近的什么？蚵仔面线吼，哒哆来咪嗦，即条蚵仔面线，这就是真明显嘛。咱讲蚵仔面是讲蚵仔面线，咱袂讲蚵仔面线嘛。但是伊就唱做蚵仔面线，但是说往外来下，可能我也跟他说，蚵仔面线，我可能会把那个音拉往下走啦。你旋律都爱改啊嘛。对，但是伊嘛毋是毋好，我毋是咧批评的意思，我是讲这是一个激励啦。会使理解啦。但是讲，确实，比如讲你家己伫做，尤其你本来就母语就是台语的人吼嘛，平常时嘛是会伫使用台语的人，可能对家己即方面的要求就会较济。对。或者写的时阵就惊别人无讲，家己先讲。对，所以家己先处理起来。爱先处理，爱片面。这确实是真困难的。咱嘛讲着讲，即个台语的曲风吼，咱即个歌曲的风格，其实目前是愈来愈多元，甚至有即款 rap 的啦，吼嘛有电子的啦，吼有一寡各种各样。其实我最近听真侪真趣味的，毋管是乐团，毋管是歌手吼，拢有无共款的方式去做。你家己伫观察即个现象，我相信写歌人像你，比如讲你本来伫写歌，你嘛会去观察讲，比如讲像吴导吼吴念真吴导演伊的一寡手法吼，伊的做法是啥物？咱一定拢加减去参考别人的做法。咱你家己伫观察台语歌的目前，因为有遮侪无共款多元的风格出来了后，伊的即个形象吼，我家己习惯讲形象啦吼，即款风格或者是大家对伊的印象。会有无共款的变化无？你家己伫看的时阵，我感觉就像我讲的，就是尤其旧年我感觉是台语音乐的一个爆发的点安尼。是无？对，我感觉愈来愈侪少年囡仔，有要落来做即个咱讲的台语歌啦吼，台语的音乐啦，包括讲真早就已经足出名迄个歹势。歹势少年吼，过来就是有一个真好的团，做百合花，沙赞花，过来，其实我拢有在看，曾卡人，西班子，对，所以我感觉这真好，就是讲有愈来愈侪的囡仔愿意来发声，用咱母语来发声。这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受的音乐的训练也好，还是讲每一个人听音乐的这个喜好也好，一定无共嘛。所以做出来一定是百家争鸣嘛，百花齐放嘛。我感觉那真好啊，非常好。愈侪人去做这件代志，伊的风格、伊的多元性就愈悬，愈侪无共款的变化。对，听起来是这款感觉。所以你家己认为你的这个风格是哪一款？
我就是演过的风格。我感觉我无去特别要学什么人风格，但是精神爱学。比如讲30年前，林强向前行啊，迄阵咱台湾的经济咧起飞的时阵，伊写一个会讲囡仔派伊的乐器来台北奋斗，啊，伊要成功，吼，当然伊是用摇滚嘛。是。即摆过20年了后，有即个咱讲迄个当初时的太阳花学运，是。迄阵有迄个灭火器，倒数天光。对，所以伊是迄阵的少年囡仔对现状有真侪不满，伊嘛是用伊的摇滚来发声啦。我即摆要做啥物？我即摆要做的就是，就像迄感觉即条歌是旧年迄个疫情的时阵嘛。所以我会写着讲，喙暗砸着笑容吼，砸袂着希望嘛。所以这讲的就是嘛是用摇滚的精神，甲咱现主时拄着的困难，写做歌来鼓励大家。你都已經講到感覺，我會使閣請你用到你的即個寶貴的來替咱。好啊，我嘛唱一小段嘛哈。嘿，一小就會使。路途彎彎彎彎，看無終站，生做怎樣？嘴暗砸着面容，砸着笑容，砸袂着希望。未来茫茫渺渺，天边海角，互相安踏。孤鸟飞过千山，才对着路，找着伴。感觉受苦，感觉流浪，感觉倒强，甘免原谅，感觉毋茫，甘好绝望，感觉反抗。甘愿守护。听无够的，家己去买专辑。你感谢这个演歌吼，专工早起打来，阮才有即个机会通好好享受一下。你家己真兴弹吉他？我因为我是对国中就开始弹嘛。都无停过，无停过，一直到即摆。所以我有当时啊，我虽然咱外口的乐手拢比咱较敖啦，但是我有一个对家己的期望，就是讲每一个专辑咧，至少要家己入去弹一两条。所以目前拢有实行啦。随时拢还佫家己伫练习对啊。即个专辑内底就是好人歹找，迄条的吉他是我家己弹的呢。你家己有律师的工课爱做？当然啦，家庭生活爱顾，佫爱做音乐，你家己边仔去调配即里内底时间的分配？我嘛定定敢若做一个节目，我定要死要活。这就是像你共款啦，就是蜡烛两头烧嘛，就是你家己兴啊嘛，无法度。所以其实会使安怎呢？会使调配啦。比如讲，我即阵咧出唱片，要做宣传嘛，吼。有真侪演出加访问。一阵仔咱就是案件接少的嘛。律师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律师是自由业嘛。是。所以在你讲，你今日你一个月要接10件，嘛会使；你要接2件，嘛是会使啊。咱会使调配啦。是。你若讲你家己选的无法度，对啊，无法度家己硬塞。家己兴的啊，家己兴的无法度。对。但是确实无毋对吼，因为你家己
律师确实有即个好处啊，至少你会使去调配讲你最近的案量是毋是莫做甲较济，像我家己工课固定伫遐都袂走闪你，就较麻烦即煞安尼。我有一个想要问问题是讲，你毋管伫咧家庭生活当中，或者是你诶工课当中吼，毋管是律师啦，还是唱歌，你当然你唱歌你打出台语诶专辑当然是以台语为主，但除此之外，其他诶时间吼，毋管咱讲诶工课或者是你诶家庭生活，你使用台语诶比例差不多啥款？我感觉无到2成哦。无到2成？无到2成，因为上法庭讲话一定是爱讲华语嘛，讲国语嘛，吼。这是一定诶。一定诶啊。我毋知即件代志。因为你无法度去统一啦，因为你有今仔日听诶法官，还是讲对坐伫你对面诶检察官，还是讲对方诶当事者，伊无得较听有台语啊。所以你要有一个官方诶语言嘛，所以就一定爱讲华语，定做国语安尼啦。所以毋知讲无啥物机会伫咧工作顶面用着。过来就是含当事者之间呢，其实伊若听有台语，我是尽量用台语。毋免无上法庭诶时阵讨论案件诶时阵。但是我呢，搁徛伫咧一个特殊诶所在，我诶事务所伫咧中立。中立其实有调查过哦。是毋是讲客语较济？客语差不多40%，台语差20%。伊也嘛有一寡外省语台，所以嘛是真趣味。迄是有伊算讲一个缩小诶台湾，只是客语甲小可较济小可。所以伫咧迄个所在呢，其实嘛无讲有真济机会会使讲台语啦。甲你诶徛起所在有关系。回归到家庭，我即摆上即个气馁诶吼，就是讲囡仔，我家己2个囡仔拢已经咧读大学啊，因为伫遮伫北部出世，所以因台语拢无啥会晓讲。阮太太佫是外省语台，所以阮太太嘛无啥会晓讲，所以含家己诶囡仔是较无法度用台语来即个讲啦吼。因有法度听无？会使，因为爸爸妈妈，阮爸爸妈妈抑佫住高雄，阮嘛是爱转去嘛，过年过节拢爱转去嘛，所以伊嘛是爱含阿公阿嬷来讲台语啦。小可讲佫会使的。对，回到我家己诶问题，就是等去到高雄，就一定是讲台语。等到高雄就讲台语啊。对。你袂感觉讲，等到高雄真正会使完全用家己母语讲话时阵，迄落足舒适诶感觉，我毋知你有感觉。但是有当时我会错乱，你知无？因为我有当时，譬如讲去7-Eleven要食物件，明明我着讲台语就好啊，因为这入去到内底，感觉讲家己敢若个咧北部嘛。脱口而出的嘛是国语啊。是，我这确实是目前所谓母语啦，我当然台语是毕竟。伫所有诶母语内底，华语无讲吼，以其他所有母语来讲，总是已经算人较济啊，嘛拄着共款诶问题。你佫较免讲其他诶语言，拢会拄着共款诶问题。敢若真济情景，咱就会认为讲这咱自然就会转换成华语。其实对方根本反正伊就晓听，伊嘛晓讲但是咱自然就会做即个改变。对。我知影讲像。你倒来时，咱嘛有提起着即个电顺聪老师，无顶个互我访问了，佮打卡袂着，都你佮提伊名来讲吼，都确实像我知影讲，伊伫教家己囡仔时阵是全台语，跳干咧教，伊嘛捌甲我讲过，讲伊有一款做法，就是伊若去外口，尤其伊到台北，所以伊若去台北就我加倍听啦啥，伊会调讲讲台语，讲足大声，我是讲咧，但是伊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讲其实伊。讲较大声，隔壁都听着了。其实有个人其实会晓讲台语，慢慢啊，就为讲华语，顺续嘛转换成讲台语。就是讲话原来其实是会传染的。我讲这是真趣味的现象。真趣味啊，因为人在咧讲啊，我就会晓。你情景，你会甲迄个气氛甲环境做改变，所以当然我家己的环境无啥共款，是我家己手头市场爱换。所以我本来就是会使全台语伫讲话甲因讲话大部分都是讲台语，所以敢若差别伫倒位，就是你必须爱台语，佫比因佫较练长，所以伊该听你讲话嘛。这就是大概有一寡差别的所在，所以我的环境可能甲一般人环境佫无完全共款啊。我即个感觉讲，确实使用环境，比如讲咱即一代你即一代，伫
会使用台语，但是你目前的环境已经，尤其你也到都市了，其实有法度使用的情景已经无遐济啊。那搁较免讲下一代囡仔伫使用都搁较困难啊。这确实嘛是担真济母语拄着的为难啦。所以讲，咱为着即个保护吼，其实讲保护是毋对的啦。但是无保护嘛袂使啦。活用啦，咱一直去活用。对，爱活用。比如讲，咱政府诶文化的推广，你若讲假使一个真逐个讨论真侪问题，经克奖嘛，是安怎要用语言来分？其实讲你讲因讲是因讲，其实你无需要用语言来分奖啊。但是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讲若即个主办的政府无甲即个台语、甲客语、甲即个原住民语甲揪出来，无一个保护的意义伫咧话，惊讲大家愈来愈无爱做啊。因为你出版的数量嘛无共款嘛，所以我华语一年偌济几百张，对吧？但是照音乐的本质来讲，实在无应该用语言来分啦。但是回到咱拄仔讨论的问题，假使无来用一个保护的状况，佮惊讲伊无去，所以非常的两难啦。不得已而为啦，必须爱去做，不得已必须爱去做这件代志安尼。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拢所有我只要专访的来宾，目前做拢甲台语有关系，所以我拢会去问到的问题，就是讲，以目前你对台语或者是其他母语的保存，你个人你家己主观认为你是较乐观或者是较悲观的？我感觉我乐观的。你啥来认为是较乐观的？落爱做了，我发觉讲话像我拄仔讲的啊，其实即摆真侪少年囡仔已经开始来做台语音乐啊。而且文化部也好，教育部也好，对即个囡仔的教育，像我家己的囡仔嘛，伊伫咧国校的时阵呢，学校就要求讲，伊爱选择伊的第二的除了华语之外的，爱有一个母语，爱有一个母语，爱上即个课啊。伊敢若是用本土语言即个名的。对，所以你假使讲你即个学校啊，是伫咧原住民乡，还是讲尖石乡，迄阵就爱选泰雅族语。假使讲你即个学校伫咧苗栗的某一个所在，可能逐个选的就是客语较济。若一个综合的所在就真歹讲啊嘛。所以我感觉有政府有在推广，第二就是讲少年囡仔做台语的即个文化愈来愈侪。包括我拄仔讲音乐，感觉讲艺术，最近我有实在一个真厉害的一个迄个画迄个囡仔册，囡仔画家，伊也做阿尼莫吼，伊的作品呢，就是伊伫咧庄脚生活的即个台语的文化画出来的画，佮得到即个意大利迄个波隆纳的童书展首奖，旧年首奖啊！伊今年佮有去参奖啦，毋知有得无我毋知影。伊有一个，伊除了伊的囡仔册、囡仔画，佮有搭配台语音乐入来哦。我感觉这就是真好的啊！各种的面向，音乐也好，艺术也好，还是讲政府有在推广也好，我感觉有在做，总比无做较好嘛。就像咱拄仔讨论的，我的囡仔虽然无法度讲全台语，至少伊听有。至少伊听有，伊虽然无法度印话，伊有基础的，伊有基础的咧。我感觉我是乐观的哦。可是我家己伫真正做即个单元了后，其实我做即个单元时有一个真特别的感想是讲，拄开始我颠倒是认为伊的听众群无遐济吼，毕竟有法度听台语甲听华语，这比例绝对是无法度比的。所以会拄着真济困难。当然，迄段时间嘛，拄好真济即款的，包括调查啦、新闻嘛，有伫讲，比如讲台语可能剩无10%吼其他语言佫较免讲吼。咱讲之前共款有讲着讲像。即个台语可能就是骹路无介好，但勉强佫会行哩。其他语言可能连半小时都伫遐，所以真济即款的问题，我拄开始嘛认为讲，安尼敢是 OK， 就是讲，即个情形伊未来敢真正活会落，愈少人用伊就死愈紧，这是正常的。对。但是真正佫做一段时间了，接触愈来愈济，包括像拄着甲你开讲，或者是真正有甲做即个绘本的囡仔台语绘本的人，我嘛有甲伊专访过，包括咱讲郑顺聪先生这人无共款的人，你会发现讲其实真济人伫做。
为无共款的方式吼去进入即个领域，即个台语的环境，互咱所有人其实愈来愈侪无共款的方式去看台语。慢慢我认为讲，确实当咱讲着台语，或者是讲台语，敢若开始会互人讲，好酷哦！你怎么会讲？但都毋是讲，那讲你讲迄落内地较爽诶，或者是较土直的话的感觉。袂啦，即摆无人会安尼想啦。我讲即个变化确实是，确实是。后壁甲真正有发觉诶，尤其是这1-2年来，确实是有差别诶。是，佮靠你啊，嘛靠你，含你共款有同质性诶其他诶，即个对咱即个你诶 podcast 嘛，有在推广诶人，我感觉愈来愈侪啊，真好。确实有慢慢增加啦，我嘛希望讲大概是。有法度做伙来投入，愈侪人做其实是愈好。这无竞争的问题，我认为先甲饼做大家来讲。对，大概是安尼。所以若大家想要知影你搁较侪，包括你有去倒位有做活动的即个资讯啊，或者是有出唱片，为倒尾买唱片啦，或者是去搭一寡平台会使找着你，这会使甲咱感谢阿德甲推广啦。就迄落啊，迄落面册啊。面册迄个苏明渊的粉丝页，搜寻一下就有啊。叫拍苏明渊3个字就有啊。对，是啊。因为我进前拍有出现2个，一个是你的粉专，即个页面，即另外一个就是你个人的。对。一般人甲你加好友咩创？加朋友？即摆毋知满袂，敢若5000个就无互你加。5000个就无。所以就去迄个粉专按追踪就会使。你的音乐，若要听你的歌，迄内底拢有资讯。包括网络平台包括 YouTube 嘛有官方的，Spotify 即个 KKBOX 等拢有。若要买实体专辑，就是一般唱片行嘛拢有。即摆就是对啊，比如也无剩几间啊，有大唱片。对啦，你当要找唱片行就较困难。来嘛是有啦。你即个是甲风潮嘛？对，我即个实体专辑我拄仔嘛送一个阿德哦。对，感谢你，做了真好，就是讲内底吼有每一首歌拢有配合伊的故事，有一寡文字。除了文字之外呢，即个设计师呢，遐个做 Amy 啦，伊也对即个每一首歌有创作一个插画啊。佮特别为每一条歌画图对。对，画图一个插画，我感觉即个免怎讲，好听佮好看。用听用看感受拢有啊。对。好，那咱今日节目就差不多到这。好，今日甲你耽误伤久时间，开讲一个就伊搁特别点半钟较加啊。好，那就感谢咱苏明渊苏明渊 Angle 来今日金曲奖的即个台语歌王来甲咱的节目内底做专访。那顺说伊个一个后一集嘛是专访但是伊个是完全无共款的特性所以嘛请大家有机会会使来做伙过来听听一寡较趣味的物件安尼。好，来，毋知影大家对即边的咱即个专访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来留言互我，或者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 拢嘛希望讲你会使留下个粒星的评分，那互阮一寡鼓励。那咱今日节目就到这，那就讲拜拜咯，拜拜，再见。